喂喂喂，呢度係文哥聊天室，過嚟傾下偈，吹下水，乜嘢都嚟噏一餐。歡迎嚟到文哥聊天室，今日再深入探討 BNO 簽證可能變成10+1，背後可能係因為政治角力、國際局勢風雲變幻，港人嘅移民選擇其實同全球政治棋局密不可分。今次就從地緣政治、政黨立場同國安因素3個層面解構移英港人面對嘅隱形政治紅線。如果喜歡呢條片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你哋嘅鼓勵係文哥拍片嘅原動力，請大家多多支持。而家就嚟同你講下今集話題：英國工黨政府提出嘅移民改革，表面係應對國內反移民情緒，實質暗藏對華政策調整。白皮書特別將 BNO 簽證同烏克蘭難民計劃並列為臨時人道方案，呢種定性已經改變咗政策嘅歷史定位。有分析指出，英國正逐步將香港議題去特殊化，試圖喺中美博弈中尋找新平衡點，既唔想激嬲北京，又要維持人權捍衛者形象，結果令 BNO 政策陷入尷尬境地。值得注意嘅係，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重提對華強硬路線，英國此時收緊移民政策，某程度上呼應咗西方陣營對華戰略調整。有英國智庫報告顯示，政府內部正評估將 BNO 持有者納入印太戰略人才庫嘅可能性，反映地緣政治考量已滲入移民政策制定。工黨政府雖要繼承保守黨嘅 BNO 政策，但係施政重心明顯偏向經濟民生。移民大臣近期演說中，將香港移民歸類為技術勞動力補充，同保守黨時期強調嘅歷史責任論述有好大差異。呢種務實取向反映英國政壇共識喺國家利益面前，道德承諾可隨意調整。值得關注嘅係，極右翼政黨英國改革黨支持度持續攀升，佢嘅主張全面禁止非歐移民，包括取消 BNO 簽證。雖然呢個黨短期內難以執政，但其民粹主張已迫使主流政黨喺移民議題上趨向強硬。有智庫預測，如果2029年嘅大選導致國會陷入僵局，BNO 政策可能成為政黨交易籌碼。如果咁多不確定性，會唔會選擇移民去台灣或者回流返香港？先講移民去台灣，台灣睇落去文化非常相近，實質暗藏政治風險。民進黨立委提出嘅港澳條例修正草案，要求港人放棄原籍同 BNO 護照，背後涉及複雜嘅統獨角力。有台灣學者透露，修正案真正目的係防範中共代理人藉港人身份滲透。呢種將港人大陸化嘅政治標籤，令單純追求生活嘅移民者無辜捲入兩岸對抗。更微妙嘅係，台灣陸委會近年靜雞雞修改審查標準，對曾經參與香港社會運動嘅申請者加強背景審查。有移民顧問透露，部分涉及敏感社運經歷嘅個案，即使符合所有條件，都會被無限期拖延審批。呢種隱性政治審查同台灣標榜嘅撐港形象形成強烈反差。台灣立法院近日上演香港議題拉鋸戰，民進黨力推嘅移民修正草案遭在野黨聯手否決，表面係程序之爭，實質係統獨意識形態較量。國民黨立委質疑修正案將港人變相視為中國公民，違反港澳條例立法精神。民眾黨則擔心影響台灣國際形象。呢種分歧反映各黨對香港議題嘅工具化運用。更深層矛盾在於，台灣社會對港人移民存在認知割裂。既有團體發起撐港夜市展示友善，亦有網紅製作假難民系列影片煽動仇視。呢種矛盾心理令港人移民處境變得異常敏感，隨時可能成為政治鬥爭嘅犧牲品。咁回流返香港又點呢？雖然香港政府表明歡迎人才回流，但係現實中存在隱性政治篩選。有獵頭公司透露，金融機構對曾經有英國居住史嘅求職者，普遍要求提供冇政治聯繫證明。部分更委託第三方進行社交媒體背景審查，呢種非正式嘅政治審查令唔少專業人士卻步。更值得關注嘅係，港區國安法第23條立法後，政府擴大對境外勢力嘅定義範圍。有法律界人士提醒，回流人士若曾經參與海外港人組織，即使係文化藝術團體，都可能被視為潛在風險來源。呢種模糊嘅法律邊界，為回流生活埋下不確定性。香港民間對回流人士嘅態度呈現兩極分化，
既有商界舉辦回流人才招聘會，積極招攬，亦有網絡出現二五仔滾回英國等攻擊言論。呢種撕裂嘅社會情緒，加劇咗回流者嘅心理適應困難。有心理輔導機構統計，2024年求助個案中，27%涉及政治身份認同焦慮。教育領域嘅政治化趨勢更令家長憂慮。國際學校近年加強國民教育元素，部分教材將2019年事件定性為暴亂。呢種敘事轉變同海外教育形成強烈對比，令回流學童面臨價值觀衝擊。面對複雜嘅政治環境，而英港人需要超越簡單嘅留英或者回流之間嘅取捨。有社會學者建議採取流動公民策略，保留多重身份認同，善用各地政策紅利，例如利用英國永居身份維持國際流動性，同時喺東南亞建立自己嘅事業。呢種去中心化生存模式正成為新一代移民嘅主流選擇。更重要嘅係要建立政治風險預警機制，定期分析各國移民政策動向，關注關鍵選舉嘅政綱辯論，尤其警惕極右政黨嘅崛起態勢。有移民律師建議 BNO 持有人應該盡快完成永居申請，將政策變化影響降到最低。無論選擇邊種道路，保持政治清醒至關重要，既要避免淪為大國博弈嘅棋子，亦要防範被本土政治勢力工具化。喺呢個充滿不確定性嘅時代，唯有保持策略靈活性，方能喺變局中守住自身權益。好啦，又到咗片尾。如果鍾意今集內容，記住按 like 支持下，順手分享出去。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，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。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下次再同大家吹水，拜拜。